帶俾大家一首我嘅新歌《你是那種人》，希望你中意。幾點幾分於那一區中出生？出生怎影響出身？出生怎譜寫基因？基因怎麼真可分配了性格？性格決定命運，你與我會否甘心？一種鮮花怎麼生在附近？風景怎影響心境？心境怎麼區分？如環境可倒冇一切個性，際遇又令你愛那種飲品。什麼種子造就那種人，那種面貌無缺陷。現在命運是誰饋贈？用什麼標準標記各種人？你今日又被評為那人，喜不喜歡這個身份？A pan's a pan, a man's not only a man。點樣分係乜型人？乜型人會變乜人？係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定係 what you want？還是 where you come from？ 最後只想 to be a better man。九型人格邊一格最開心？我們是哪一種人？有冇得翻身？